新北市要做兵推演练，那台北市会跟随吗？那因为现在看台北市的跟新北市好像在兵推的状况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上一次其实新北已经做过了一次兵推，那台北市好像也没有要跟随的话，会不会劝一劝你的侯友就是你的好朋友侯友宜市长说不要做那么多次兵推？这个样呢，演习啊分3个阶段，你知道，第一个阶段是书面作业第二个阶段才是桌上演习，第3个阶段是实兵演习啊。那也不是说每一个阶段只做一次，所以有时候我们桌上演习，你知道，做第一遍，然后会列出很多问题啊，特别是我们找专家来做 review， 你看 review 就是评审，你知道，常常会列一大堆问题，有时候为了解决那些问题，那个桌上演习再做第2次，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了哈。这个事实上虽然目前确诊0了，其实我跟你讲整个台湾的疫情在现况实际是比较稳定的哈。所以是不是一定要实兵演习？我觉得没有那么急了。但是这种书面准备的桌上演习，我觉得成本比较低要做我没意见。不过是这样的台北市比较特别，我们台北市还牵涉到很多中央机关，你知道，你也不可能说我们台北市在风尘疏散，然后中央机关都不处理嘛。所以我们结论是这样：台北市的消防局会当主责单位，然后会联络中央的消防署，你知道或国的办公室。就整个台北市的这种风尘，然后分区的那种演习呢，我们会开始做那个桌上演习了。所以我们会来排几次桌上，会排桌上演习，就这样。但是在现阶段实际上疫情已经下降的状态下呢，就搞大规模什么实兵风尘演习，我个人是不赞成的。洪副的身体状况，他这样啦，他来台北市这半年了老实讲超太辛苦了，都给他休息一下。这晚上要去茶叶店，你知道，白天要去市场，7点半还要坐在会议室太累，给他休息一下，给他休。我说你休息几天好了，这个我们来帮一下。